今天是汉路离开我们的第3天。在那个雨天过后，我们的友谊便定格在了那个瞬间。无论我们怎么努力，似乎都无法弥补我们的过错。匆匆这小伞要随风飘去哪？飘向夜色边缘，落座城市路灯下，眺望时光深处，在雪的原地挥洒。他变得很冷漠，独来独往，仿佛那段曾经吵吵闹闹、无拘无束的记忆，已经在他心中消失殆尽。我们与他之间的感情，就这样变成了2段不可相交的平行线。我们心中的感情无比真挚而炽烈，希望汉路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深情厚谊，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。只要不肯回头，终会有一天能到达。你我是随着风散落人间的花火，隔着空旷的黑暗，回影彼此闪烁。如同写尽情燃烧到最后一刻，我汉路现在都骑车上下学了，窜得飞快，是铁了心不想再见到我们了。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他顶多是冷淡，不爱说话。现在可好了，直接把我们当空气了。下大雨那天，汉路真的吓到我了，我还以为网上那些解析都是夸大其词，或者个别案例，没想到真的这么可怕。那怎么能叫可怕呢？那得是相当可怕呀！哎，快赶上校园恐怖片了都。这几天我一直在做噩梦，梦里他举着黑伞，手里拿着明晃晃的3-9铲，悄没声的走到我面前，吓死我了都快！你们说，汉路会不会以后真的不理我们了呀？又没人拿刀逼着我们，我们自己作的，就自己受着吧。大姐，芊芊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啊。有什么事吗？不，韩宇，你慢点骑，这样才有飞的感觉啊！芊芊姐，这自行车都这么旧了，你还能骑呢？是旧了点儿，一直放在地下室，这2天有需要就拿出来简单修了修。有需要多领钱与他们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来劝我们和好的，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不劝你，我就来看看你。我没事，我看也是，还是又酷又飒又健康，没事就好，走吧。你怎么知道这条小巷？哦，你放心，他们不知道这条路。我以前也在八中上学，学校大路没修好的时候，我就走这条小巷。我看你这几天没走大路，想着你肯定走这条小巷。你也是八中的，哪一届啊？认不认识卜寒宇？不认识。好吧，那我走了。芊芊姐，我帮你打电话叫人。没事，我这老毛病了，你别让他担心。
那我送你回去。谢谢。走。停车了。你还难受吗？我没事儿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以后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，我会跟我弟乱讲的。我真的没事，不过就是回到以前独来独往的日子，很快就适应了。校服可以先借我穿几天吗？过2天还你。可以啊，我还有一套，不着急。那我先走了。卜寒露，卜寒露，你在我们家门口是不是在等我？哎，卜寒露，你想通了，我不是那种告密的人，对不对？还是说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来了又不说话，你把话说清楚再走。你让开。不让。哎，你，卜寒露，你下去。我不下。你已经3天没有跟我说话了，你肯定有话对我说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别这么死缠烂打？下不下去？不下。哎，哎，哎哎哎哎哎，我就不下，慢点！哎哎哎哎哎，啊！哎哎哎哎，你能不能稳一点？哎，我就要被你甩下去，我就不叫林天宇。我刚才亲到他了。这人在搞什么呀？上 QQ， 我有事要说。那个，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，我明天想找卜寒露正式表白。杨仔，你是真虎啊！竟然在这个节骨眼还敢找他表白，你是真招销啊！哎，别呀，你让他去吧，你让他放心大胆的去，反正什么点酒啊、创可贴咱们都备好了。如果他想要绷带呢，也是有的，好吧？你这么搞我害怕了。明天我能不能不去上学了？哎，大家先都别说了，让杨自己说说他到底怎么想。哎，你们知道吧？那次征文大赛我把稿子弄丢了，差点没完成任务。最后时刻，他写好稿子给我送到了广播站。那一瞬间，他像天神下凡似的，我就彻底沦陷了。服了。我承认，我以前只是图他好看，但从那时候起，我是真的喜欢他。我不想像现在这样跟他像陌生人似的，老死不相往来，白白错过。至少得试一次吧。你们觉得呢？喂，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哎，小雨，
电视上又重播你爱看的《仙剑一》，正好演到了他俩一块偷偷躲在柜子里的那一段了。你看不看呢？啊？我不看，我不看，你们看。哎呦，老头子醒了，你看，好看哦。李逍遥和赵灵儿躲在柜子里那段，他说自己要做坏事，然后偷亲了人家脸。那我这是不是也算做了坏事啊？李逍遥亲完赵灵儿，然后剧情是什么来着？他俩紧接着就成亲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我是不是也得给华洛一个说法？也就是要对人家负责。啊！你大早上站我家门口干嘛？我知道你最近在躲先贤屋，所以每天早上走得特别早，但是又不知道你几点走。我不到5点就来了。谁管你几点来的？你怎么跟狗皮膏药一样？谁教你这么粘人的？刘洋吗？刘洋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哎，你之前怀疑我把你的秘密告诉了他们几个，是不是因为他们偷偷测试你，被你发现了？我想求你一件小事儿，很小的事儿，你能不能把你那天问我的话再问一遍？就你让我发誓那段。你有没有把我的秘密告诉他们几个？我没有，我绝对没有。你那天诅咒我，如果骗人的话，就永远追不到喜欢的人。那反过来想，我没有骗人，是不是就可以追到喜欢的人了？随便你怎么想。刘洋，你真的太土了！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用这个叠星星告白？他不是最喜欢星星吗？我没办法给他摘天上的，我就只能给他叠地上。要我说啊，你们要不要把这个 BP 机的事儿跟他坦白清楚了？你疯了，林千羽！说好了带进棺材都不能说的事情，你是嫌他不够恨我们吗？你们要是还想跟他当朋友，就趁早跟他解释清楚。他现在是不理我们，要是把这事儿捅咕出去，估计他真的起杀心了。他现在是病人，不能受刺激。宇哥，你也千万别在他面前多嘴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喂，芊芊姐，有什么事吗？小陆，我帮你把校服带过来了。你不用专门来给我送的，我自己去拿就行。那我一会儿抽空去传达室拿一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早上林千羽说要给刘洋带本小说，我一起放在传达室了。你能帮我带给他吗？不了，还是让他自己去拿吧。哦，那好吧。谢谢。你是卜寒露吧？教导主任让你去后门的小花园边上找他。
小花园，你自己去看看吧。王安路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我没话跟你说，而且你也没必要把我骗到这儿来。王安路，请你说下这个。不寒露，我想陪着你，这次我是认真的。别说了。我知道你现在讨厌我们几个，我也没妄想过你会接受我的表白。我一直以为你是木星，永恒不息。虽然我看起来平时不怎么靠谱，但是为了你，即使不能靠近，我也愿意只做你的木卫三。可我没想到你是流星，一闪而过，不留痕迹。可就算是流星，仰望他的人也可以许愿啊。于哥，你是不是紧张啊？啊，我是紧张啊，我怕他表白失败了，还得挨顿打呢。你不是怕他失败，你是怕他成功吧？你知道了？放心，我自己看出来的，没告诉别人。你自己看出来，你还有这本事？要不我过去帮你投钉啊？哎，算了，不用。可是我不是流星，我也没有办法实现你的愿望。我和你，和你们，本来就不是一路人。完了，我想陪着你，不管你是什么样，我都想陪着。你喜欢星星，我也喜欢。你想当飞行员，我就陪你一起锻炼。你相信你的姐姐在外星，我也愿意陪你相信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姐姐的事儿？说啊！我们不小心偷看了你的 BP 机。哎，就于哥生日那天，我们不小心把你的包给弄洒了，就。你们看到了多少？全看到了，但我们也是担心你，所以才做了那些测试题。就，滚！兄弟，啥也不用说了，都懂。就是，没事，一会儿打球让你3颗球，啊。
您好，我有姐姐在这给我留了一件校服，是吗？哦，对，上午送的，在这儿呢。来，谢谢您啊。没事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哎，会不会骑车？刘洋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看不看路啊？刘洋，你今天什么情况？一直恍恍惚惚的。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，我在不寒路那儿说漏嘴了。刘洋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你是不是疯了？那反过来想，我没有骗人，是不是就可以追到喜欢的人了？随便你怎么想。哎，林千羽，你干嘛去？于哥，姐姐，我真是太不小心了，让他们偷看了我的传呼机。还好他们只是觉得我精神有问题，并没有把这当真。要是被他们知道了我们的秘密，你也会有危险的。都怪我，下次不会这样了。偷看我的传呼机，给我做精神测试。朋友是这样当的吗？不过刘洋和林千羽知道的消息并不重叠。我只跟林千羽说过世纪大战，没有跟他说过姐姐在外星的事，所以刘洋说的是真的。他们真的是因为传呼机才决定测试我的。林千羽没有透露我的秘密。如果没有撒谎，就能追到喜欢的女孩。现在前半句已经成真，后半句就交给我来完成。有什么开不了口的？误会人家就得道歉，赶紧想想怎么道歉吧。林千羽的书，他怎么没拿？
奶奶，哎呀，小雨可回来了。芊芊这几天一直不舒服，她也不告诉我们。我进屋才发现，她自己偷偷加了好大的药量啊！你赶紧带她去医院，赶紧到医院。我已经给开出租车的老李打电话了，他车就在外面。慢着，当心一点。爷爷，把门关好啊！奶奶开门。来，慢点。来，父，来，给我，姐，来，李叔，快走。林千羽，你在家吗？林千羽。于哥都走了3天了，啥时候才能回来？唉，宇哥，老师来了。宇哥，怎么了吗？好好早读。你怎么这么蠢？你去省城了？我们还以为你睡过头了，在你家门口等了你一早上呢。我姐病情突然恶化，我爸妈连夜回来把她转到了省医院，我也陪着呢。那芊姐现在怎么样了？还在重症监护室，我也不能丢下他们不管，所以一时半会儿肯定回不去。先这样吧，挂了。我得跟倩倩呜呜说一声，宇哥去省城了。我跟汉路也说一声，断交是他单方面宣布的，我可没同意。对不起，昨晚没接你电话，是因为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我之前误会你了。圆儿，孟慧媛刚跟我说了，你安心陪芊芊姐，我等你回来。你等我回来，我有重要的话要当面跟你说。我也有重要的话，等当面跟你说。好，
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要好好的。你就别担心我了，我打算这段时间先想想办法，把天文望远镜的事弄清楚。